过金发上红的倒一首歌，知影吼？对啦，你即摆心内咧想迄首叫做《烧肉粽》。这个《烧肉粽》这首歌是过金发先生的代表作啊，但是还阁有一首嘛是真红。你若想到过金发，你会去想到烧肉粽，但是你无一定会去想到为虾米这首歌。这首歌嘛是过金发的，是毋是呢？会记哩吼？无论是烧肉粽，也是为虾米？我相信这两首歌你拢会晓唱。今仔日要甲你介绍这首歌，就是过金发唱红的《为虾米》。这首歌啥人所做？嘛是过金发。无错，伊好歌后，咱清楚免多介绍来啰嗦，煞落佫讲罗时丰。你知伊台语歌王，开餐厅伊人气旺，做人客气真成功。开餐厅卖客家菜，有偌好食，你敢知？我去过，伊料实在，上熬伊的总铺师，毋是罗时丰熬啦。罗时丰是干那熬唱歌、熬主持尔，伊啥物上熬？就唱歌上熬啊！啊主持呢？啊主持嘛是共阮比咱较熬。你甲看伊来主持过几个节目，拢真红。那今仔日毋是要来介绍伊的客家菜，当然嘛是要来介绍伊的总铺师。毋对啦，嘛毋是要介绍客家菜，嘛毋是要介绍伊的总铺师啦，要来介绍罗时丰为咱来献唱这首《为虾米》。好厉害，红狗爷！你原唔捌